续来看一个18岁男大学生骑改装的机车，警察要甲临检，伊是骑互警察约，警察约10多分钟，约大约15公里远，上尾决定用画面来甲记发。讲这个男大学生除了卡到危险驾驶之外，沿路过来弄红灯，红灯正月。 搁逆向来行驶等等，警方是依法开出着43张的罚单，这个罚款大约是16万。事后，这个男大学生竟然搁上网破文，希望得到网友的赞赏甲安慰，结果颠倒互吐槽骂甲病。远景看到技术是改装车，准备要甲炸落个，想要到技术油门催泪，遭互警察局看到红灯直接正月。 甚至来到这个路口时，小看阿车刚掠过，代志就发生伫8日的早起5点多。当时远景伫高雄大寮区公明路一段，发现敢若是改装的奥多摆，结果起诉记者临检弄入一项啊。警方将伊约10多分钟，拢总约差不多15公里，一路是约来到公平甲红平一路口。 落尾决定用画面记发。闯红灯总共7张，那个红灯右转7张，故意标线行驶4张，罚单共计43张。那罚单金额约初估约46万3千元左右。男大学生记者临检，佮牵涉到危险驾驶，相关对当罚款6万人。另外，伊还有冲红灯、正向骑车等等的违规，前后拢总收到43张罚单，估计罚金破10万。 事后，伊竟然佮破文章假可怜，结果去互网友骂甲变鬼，只好紧将文章抬掉。自身的危险造成他人的不便啊，这样非常的不应该啊。那还要在网络上这样发表言论，实在是，我觉得可以再加重处罚。有一点过分了。这个小朋友这样不行啊。因为他就浪费资源啦。即嘛，那夜车互警方扣去，要个爱立一大笔的罚金。改制通关呢 ？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